2025年嘅香港娛樂圈注定唔會平靜。9月，一則爆炸性消息好似平地一聲雷，瞬間引爆咗全港嘅輿論場。影壇大哥洪金寶嘅大仔洪天明，因為涉及跨境網絡賭博，欠咗2億港元嘅巨額債務，遭到黑幫跨境追債，甚至被爆出簽署咗身體擔保協議，債主限洪家3日內交人，否則就對其家人唔利。消息一出，輿論一片譁然，全港媒體爭住跟進，而洪家上下，從洪金寶到新抱周家慧，全部都被捲入咗呢場風暴嘅中心。與此同時，另一則消息更加戲劇性，周家慧被爆出緊急帶住2個仔飛往加拿大避難，而73歲嘅洪金寶被傳因為個仔敗家氣到砸爛咗金像獎杯，甚至病倒入院。更加耐人尋味嘅係，有內部人士爆料，洪金寶連夜動用咗黑白兩道嘅人脈平事，甚至驚動咗14K 元老出面調停，試圖化解呢場危機。然而，截至目前，洪家都未對呢件事作出正式回應，所有信息都係來自知情人士內部消息同埋部分公開資料整理。真相究竟係點樣？係黑幫設局陷害，定係洪天明真係自己搞到自己前程盡毀？呢場牽動全港嘅洪氏大戲，正一步步揭開娛樂圈背後唔為人知嘅秘辛。洪天明1974年喺香港出世，佢老豆係影壇巨星洪金寶，佢阿媽係韓國人，佢自細就頂住星二代嘅光環，但一直都未能擺脫到老豆嘅光環陰影。1997年，23歲嘅洪天明參演 TVB 劇集《刑事偵緝檔案 III》正式出道，但之後好多年，佢一直都喺2、3線配角之間徘徊。雖然參演過《新警察故事》、《殺破狼》等知名影片，但一直都未能突破洪金寶個仔呢個標籤。事業唔順，感情生活就屢次成為焦點。2008年，洪天明同香港小姐亞軍周家慧拍拖。2012年，2個人喺老豆洪金寶嘅祝福下大婚，婚後生咗2個仔，好似係家庭美滿。然而，呢段婚姻從一開始就暗藏隱憂。洪天明婚後頻繁往返內地同香港發展，而周家慧就逐漸淡出娛樂圈，專注相夫教子。2014年，洪天明被爆出喺內地夜店同模特親密互動，貼頭相流出。2017年，佢再次被拍到喺上海夜店同女性共度良宵，甚至帶對方返酒店。雖然每次傳聞爆發，洪天明都否認出軌，但夫妻關係早就悄悄發生咗變化。佢哋早就各玩各嘅啦，只不過係為咗個仔同埋洪金寶嘅面子，先維持表面恩愛。一位自稱洪天明密友嘅人士向港媒透露，洪金寶年紀大咗，最疼2個孫，堅決唔准個仔同新抱離婚，怕個仔受委屈。而呢段婚姻嘅裂痕，最終因為一場跨境賭博風暴徹底撕裂。2025年9月，一則來自澳門賭場嘅內部消息，將洪天明推向咗風口浪尖。據知情人士透露，洪天明近年頻繁出入澳門賭場，參與跨境網絡賭博。最初只係小賭怡情，但後來越陷越深，最終欠咗2億港元嘅巨額債務。債主並非普通賭客，而係同澳門地下錢莊有關聯嘅黑幫組織。佢哋逼洪天明簽咗一份身體擔保協議，如果還唔上錢，就對佢家人唔利。一位自稱賭場公關嘅人士向媒體爆料，洪天明一開始仲想拖，但債主直接揾到香港，甚至去佢個仔學校附近蹲點，佢先慌咗。更加令人震驚嘅係，有消息稱債主限洪家3日內交人，否則就採取行動。而周家慧得知呢件事之後，緊急帶住2個仔飛往加拿大避難，洪金寶就因為個仔敗家氣到砸爛咗金像獎杯，甚至病倒入院。洪金寶一世要面子，結果個仔搞出呢種事，佢覺得好丟臉，但更加怕孫出事。一位同洪家交好嘅圈內人士透露，佢連夜打電話俾老朋友，甚至驚動咗14K 嘅元老出面調停，想同債主談條件。然而，截至目前，
洪家都未對呢件事作出任何回應，所有信息都係來自內部消息同埋部分公開資料整理，真實性存疑。但可以確定嘅係，呢場風波已經令到洪氏家族陷入咗前所未有嘅危機。喺洪天明深陷賭債風波嘅同時，新抱周家偉嘅動向同樣引發關注。據港媒報道，周家偉喺得知老公欠債消息之後，緊急帶住2個仔飛往加拿大，疑似避難。而之前佢已經被爆出同前唱片公司高層親密互動，甚至被拍到同幾名男子一齊去夜店，被指對婚姻唔忠。佢早就對洪天明失望咗啦，2個人早就分房瞓，只不過係為咗個仔同埋洪金寶嘅面子，先維持表面恩愛。一位自稱周家偉閨蜜嘅人士透露，洪天明成年喺內地，佢一個人喺香港帶2個仔，好辛苦，偶爾出去放鬆下都係人之常情。然而，周家偉喺社交媒體上嘅表現就截然相反，佢頻繁晒出同洪天明嘅甜蜜合照，甚至喺鏡頭前面同老公秀恩愛，試圖掩蓋婚姻裂痕。佢唔敢承認婚姻有問題，畢竟洪金寶嘅面子擺喺度，而且佢如果離婚，以後喺娛樂圈點樣混啊？一位資深娛樂記者分析，但洪天明呢次嘅事，恐怕真係會令到佢徹底死心。當時喺場嘅一位工作人員向我們透露咗呢場風波中洪金寶嘅遭遇。呢場風波裏面受打擊最大嘅就係73歲嘅洪金寶老爺子啦。我聽知情嘅人講啊，洪老爺子知道個仔欠咗2億嘅債之後，整個人都氣到炸，一怒之下將自己珍藏嘅金像獎杯都砸爛咗。之後身體就唔舒服，直接病倒送咗入醫院。就嗰一晚之間，佢整個人憔悴到唔得，好似老咗10歲咁。仲有位同洪家關係好好嘅圈內人同我講，洪老爺子一世都好強，結果個仔搞出咁大嘅事，佢覺得好丟臉。而且佢更加擔心嘅係孫，怕呢件事影響到孫。為咗解決呢件事，佢連夜打電話俾老朋友求助，甚至仲驚動咗14K 嘅元老出面幫手調停，就想同債主好好咁談下條件，將呢件事解決咗。當時喺場嘅一位工作人員向我們透露咗咁樣一番情況，你哋知唔知啊？呢次呢件事唔簡單嘅，嗰14K 係香港歷史最悠久嘅黑幫組織之一啊！呢次佢哋元老都出面調停，就說明呢場風波啊，早就超出咗普通娛樂新聞嘅範疇，裏面涉及嘅都係更加複雜嘅江湖規則。呢位工作人員接着分析道：我聽講啊，嗰啲債主唔係普通賭客，佢哋背後都有勢力嘅。就算洪金寶再叻，都鬥唔過人哋背後嗰一股勢力啊！佢停咗下，又補充講：我熟悉澳門賭場嗰邊嘅情況。照我睇，14K 元老出面，估計係想做個和事佬，令到雙方都各退一步。唔然呢件事真係鬧大咗，對邊個都冇好處，大家都係輸家。不過呢位工作人員都好無奈咁表示，但截至目前啊，14K 嗰邊對呢件事根本就冇作出任何回應。仲有嗰洪金寶都冇公開露過面。而家我哋聽到嘅所有信息，其實都係來自一啲內部消息，到底係唔係真嘅，邊個都唔敢肯定。但有一點可以確定嘅係，呢場風波已經令到洪氏家族陷入咗前所未有嘅危機。工作人員壓低聲音，繼續講道：一方面啊，有消息傳出來，話呢係黑幫設局陷害洪天明，目的就係敲詐洪氏家族一筆。另一方面呢，都有唔同嘅聲音，話洪天明確實係沉迷賭博，欠咗巨額債務，甚至仲簽署咗身體擔保協議。當時喺場嘅一位工作人員向我們透露咗內情，據我哋了解，洪天明呢幾年演藝事業確實唔太順，聽講佢可能想靠賭博嚟翻身，結果反而越陷越深，將自己套咗入去。呢位資深娛樂記者出身嘅工作人員壓低聲音繼續講：洪金寶老師為咗個仔同孫，私下冇少動用自己嘅人脈關係去，平時講到底都係做老豆嘅想護住個仔，呢種心情我哋都理解嘅。佢停咗下，神情凝重咁補充講：
但唔管件事到底點樣發生嘅，呢次嘅風波對洪家打擊實在太大啦。洪天明本來就喺演藝圈邊緣徘徊，呢下恐怕真係要徹底退出啦。佢太太周家偉嗰邊婚姻關係而家都係名存實亡。最令人唏噓嘅係洪金寶老師，一世要強，喺圈入面德高望重，呢下辛苦積累嘅英名怕係要大打折扣啦。咁時另一位同洪家相熟嘅圈內人又湊過來感嘆，洪老師一世最睇重嘅就係面子同家風，個仔搞出呢種事，佢心里肯定比邊個都難受。不過話又講返嚟，呢個圈子就係咁樣，表面睇住光鮮亮麗，實際上暗地入面唔知有幾多算計同陷阱，一步走錯就可能萬劫不復啊！當時喺場嘅工作人員透露，最近啊，洪天明捲入咗一場跨境賭博欠債2億嘅巨大風波。呢件事真係令人驚到掉下巴，大家都在紛紛猜測，呢到底係黑幫精心設下嘅局，故意將洪天明拉入呢趟渾水，定係佢自己管唔住自己，一步步走向自毀前程嘅深淵呢？仲有啊，周家偉突然逃亡去咗加拿大，呢個消息一傳開，大家又開始琢磨，佢到底係去避難，躲開呢邊嘅麻煩事，定係另有打算，準備喺加拿大另謀出路，開啟新生活呢？再講下洪金寶，嗰可係圈入面響當當嘅人物，呢次出咗咁大嘅事，據講佢一夜白頭，整個人都憔悴到唔得，都唔知佢係唔係可以憑自己嘅能力同威望，喺呢場危機中力挽狂瀾，將洪家從呢個困境入面拉出嚟。截至目前，呢啲問題一個都冇定論，邊個都唔敢肯定到底係點樣回事。但可以確定嘅係，呢場牽動全港嘅洪氏大戲，將娛樂圈嗰啲唔為人知嘅黑暗面都暴露出嚟啦。從跨境賭博呢種違法嘅事，到黑幫追債嘅威脅，從洪天明同周家偉婚姻出現裂痕，到成個洪氏家族面臨危機，每一個細節都好似電視劇咁，充滿咗戲劇性，亦都係爭議不斷。而喺呢場好似賭局咁嘅風波入面，邊個又可以成為真正嘅贏家呢？係背後設局嘅黑幫，靠住算計將洪家逼入絕境，自己從中獲利？定係被逼到絕路嘅洪氏家族，可以喺絕境中逆襲，反敗為勝？又或者呢場風波背後，仲藏住更加複雜嘅利益糾葛，有我哋根本諗唔到嘅勢力喺暗中角力呢？或許正如一位資深娛樂記者所講，娛樂圈從來唔係童話，而係現實嘅修羅場。喺呢度，冇人可以真正全身而退。